正因為貪腐問題被廉政公署調查嘅曾蔭權，竟然毫不避嫌，喺星期一喺禮賓府同廉政專員湯顯明密會半個鐘頭。據可靠消息透露，席間有人將矛頭直指後任特首梁振英，將梁宅僭建問題同唐英年嘅地下唐宮相提並論，叮囑廉署要一視同仁，介入調查梁振英。廉署執行處前副處長、全民在野黨執行主席徐家傑認為，曾蔭權因為貪盡海陸空受查，理應被與湯顯明見面。如果要見面嘅話，亦都應該有第三者在場，確保佢哋兩個冇談及調查事宜。而見面嘅地點亦都應該係喺辦公室，而唔係禮賓府。佢促請曾蔭權同埋湯顯明公開交代事件，以釋除公眾疑慮。對於今次嘅密會，特首辦回應嘅時候就話係曾蔭權按慣例喺主要官員離任之前同佢哋見面，當面感謝佢哋為特區政府服務。不過廉署就話湯顯明係應行政長官嘅邀請去到禮賓府出席午宴，特首辦同廉署嘅回覆口徑欠缺一致，令到可信程度大打折扣。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